大城幼儿园高水活泼的表演，除了为南区模范母亲表扬加开书包，也意义献花，表达对妈妈上深的祝福。今年南市南区由里办公处加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14位模范母亲，27号伫青南陪伴加明代见证，伊接受区长致敬编纳加礼品，互人感受满满福分。会中每一位妈妈嘛拢盛装打扮，来欢喜庆祝属于家己的节日。特别的是，伫所有模范母亲上台进前，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美容师，把人会替因做简单的科技保养加化妆，互因会当随当当上台。一直以来我们南区的活动有别于其他区公所，我们一直以来都跟我们静新科技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都知道妈妈平时都非常的辛苦，那在今天的表扬活动之前，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活动让妈妈能够事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来参与这样子的表扬。那一整年来，妈妈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的表扬活动，给天底下最敬爱的妈妈们，祝她们母亲节快乐。随着时代进步，透过先进的仪器，互皮肤有上好的吸收效果，已经是趋势。加上电波科技，也当甲妈妈电酷酷的颔管加肩胛头疏通放松，成为母亲节送予妈妈一项真好的礼物。我今仔来到这大家服务足好，化妆还有肩颈的服务。有阿姨的肩颈按摩，虽然短短1-2分钟，可是按摩起来以后呢，觉得肩颈很舒服。无阿妈棍拢会哭哭。生技公司来帮妈妈们做一些重点的一个保湿，因为他们要上台表演化妆，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些比较重点的，给皮肤一些养分，然后让我们化妆比较好化，然后让皮肤有光泽。那最近我们是帮辛苦的妈妈，她们肩颈平常就比较不舒服，所以我们帮她用这种电波呢，直接帮她做舒压放松、抽压的方式，帮她促进血液循环，跟瘀的部分帮她做疏通。公所制定每一档母亲节表扬，专向伟大妈妈传达感恩，增加亲人之间的互动情感，也互做人实际爱正常友好，祝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台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